陳醫師，我最近發現咧自己瞓覺嘅時候咧會流口水啊，係咪同腸胃變差有關㗎？確實瞓覺嘅時候流口水係可以反映到脾胃嘅狀態。中醫講脾主言，言即係口水，口水過多代表脾虛濕性，即係脾胃功能虛弱，濕氣過重。如果長期壓力大、思慮多、中意飲凍飲或者飲食唔節制嘅朋友，脾胃功能下降，濕氣冇辦法正常代謝，就會好容易出現瞓覺嘅時候流口水嘅症狀。當我哋脾胃差嘅時候，可以多啲食一啲健脾胃嘅食物，譬如話係四神湯，材料包括有淮山、蓮子、茯苓、慈實，可以幫助我哋利水滲濕、健脾安神。同時亦都要避免過多進食生冷同埋油炸嘅食物。平日我哋亦都可以多啲按壓穴位去調理脾胃嘅功能，譬如話係足三里喺我哋外膝眼落四環指嘅地方，同埋三陰交喺我哋內腳踝上四環指嘅地方，可以幫我哋強化脾胃、去濕氣。但係如果試咗以上嘅方法都仲未解決到問題嘅話，就要向你哋嘅中醫師諮詢返啦。